这位大家平安，咱用一段时间来安静咱的心，来做今仔日的礼拜。咱也把咱的手机啊设定无声，来听候上帝的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鼓鸣今仔日的礼拜，请走吧。已经有做感情的甲较侪，亲像有拢为咱，就伫放下大学的当中，甲快快淡薄咱会做用吞论来行所安排咱头前的路站。就主神看耶稣，就是做即个神的源头，甲正尾的，伊为着所安排伊头前的快乐，就无要紧。努力忍受是一件，打坐伫上帝宝座的大门，
这是咱来用信息的6首，信息的6首，主要所是我读者，请各位。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宣告。我信上帝，在你的内，创造你的人在，我信他所领导，受被不知量，但主你信心爱，你在这个爱的苏醒，因为你要到你爱的时候，练习的信爱的从容度，对他的理想的活，注定那自己在你的内受的光明，你的力量在希望华的之下，我信信我的道理，信我的生活，最下面用最多另外的方面，阿门。请坐。咱只是来领受上帝的话语，咱来看启文13篇。启文13篇，咱做伙来看。恁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愿以色列讲，愿亚伦的家讲，愿敬畏耶和华的人讲，我伫危急的中间求告耶和华。有耶和华甲我同在，我就无惊。就无我开伊的门。这是耶和华的门。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应我。师傅所去杀的鸟，已经成做触角头的鸟。这是耶和华所定的。
上帝，我要感谢你。你就感谢邀我，因为伊是好。咱只是来按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满心的感谢你。今仔日是牧师伫咱南口教会讲堂任期内最后一摆传讲主理的会议，但是伫南口教会活会12年，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时刻。主啊，我感谢你过去12年，你使用牧师甲牧师娘伫阮中间来牧养、教导、陪伴、教师，无论是讲台信息，若是兄弟姊妹的关怀。教会的建造，乃是咱的福音事工的推动，阮拢看到主你的恩典伫阮的中间。主啊，阮也要将牧师甲伊的家庭来献上感谢，求你继续带领牧师因的家庭头前的道路，使互因有新的恩典、新的气力，然后因甲所到的所在，拢会使成做别人的祝福。主啊，阮也要将南口长老教会刷来的道路交到主你的手中。阮知影教会现在正在转型甲调整的阶段，未来也阁真侪的挑战，包括咱的牧养、同工的学习、小组学习的建立、儿童主义青年的事工的团队，以及咱的社区福音的推动。主啊，这拢需要主你真正的引带。也感谢主耶稣，互阮的教会儿童周末营、喜乐关怀在咱的幸福小组，做会同工愿意摆上家己的时间来做福音的事工。主啊，求你来帮助阮，互阮不只是笑脸过去，阮也要带着感恩、恩典的心，继续向前来跑走。毋是干那看见目前的困难，阮来看见你悠然伫阮教会中来讲话。主啊，阮也要特别为了杜牧师来献上感谢，感谢主，你感动杜牧师甲牧师娘愿意在这个时阵来继续帮助教会，陪伴教会，承担教会培养的责任，由你使杜牧师有你来智慧、气力甲眼光、甲悟道。互阮刷来教会的小会长职、同工小组长、会长，甲咱的兄弟姊妹，拢会使同心合意，彼此的扶持，做伙做遵照主你的心意，伫阮的当中。主啊，愿阮南口长老教会伫即个交接的转型的时刻，毋是失去方向，是更较真正会经历主你的恩典甲带领。毋是即个时阵来忧闷，是彼此成做彼此的祝福。愿主你的话语继续来建立阮，愿你的听继续来连接阮，愿你的信心继续来更新阮。主啊，阮也要将有牧师的家庭、杜牧师的家庭，和南口长老教会的未来交托到主你的手中。愿阮每一个人伫你的手中，拢会使成做祝福。然后阮南口教会继续成做祝福社区、祝福家庭，也祝福后一代教会。感谢主耶稣，你会垂听阮的祈祷。阮也知影阮的祈祷有人有不足的所在，只是阮也要用主教是阮的主导来做祈祷。阮的天父，你的爱是，你的光明大，你的旨意行，你的天主天地。为你是天外，下面为公，千秋万代下面公人。我的好样子，就用万代大海，为国万民民都承受，到大家的敬意。
咱即时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使徒圣经20章32节，咱做伙来看，我来读。当我将恁交付上帝，甲伊恩典道就献礼，互恁得着耶，是隆重正信的人中间。即时咱来请圣官夫来学我上帝。
多谢新华队遐尼水的诗歌互落上帝。即时要请咱本堂的杨尚文牧师为咱来讲道，今仔讲道的信息是最后祝福，有请牧师。今日小位大家平安。平安。大家来。听完主，我感谢你恩典。若毋是主的听，我无法度生活伫即个世界；若毋是主的听，我无法度组织伫人口的所在。感谢今日上帝，你对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关怀，无论阮的生活顺利无顺利，阮相信上帝你一定陪着阮继续向前来跑走。主啊，你是阮永远的我，愿献上阮的感谢。咱兄弟姊妹伫今仔日游玩归类伫上帝的地边，阮三甲伫遮来敬拜得了主。愿一切的灵光为主，当阮人所行所做，有时会失觉错，有时无达到你的标准，总是感谢你的上帝，你有缘扶持阮，带领阮，甚至带来无大的祝福。伫阮一生的中间，阮无忘记你上帝你的疼爱。咱兄弟姊妹搁一遍来到上帝你的地。愿来领受你对顶面来的话，透过你的话语，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会当继续向前跑走，健康你的命。互阮伫听的大家庭内面，愿三甲努力打拼，无论是对外的宣告，无论是对内的和睦，阮拢会当无忘记你上帝你的疼爱。感谢主，你听阮，也保守阮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互阮心有勇壮。劳作主工，直到主定主的日。安尼讲，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安尼，即位我今仔日用最后的祝福，来甲兄弟姊妹来分享。感谢主，互阮会当徛伫即个所在，今仔日徛伫即个所在，心内面其实有真侪感谢，真侪感谢，嘛有真侪不舍，也有很多的不舍。12、3年的时间，我会记得我2013年来，7月1号，7月1号，7月1号赴任，就是还未就任赴任，7月1号赴任，9月15号，9月15号就任，所以安尼算算呢，那边13年，搁差一个月就13年啊，感谢主，我这伫咧12、3年的中间。来到这个所在，咱南口的所在，那个不是短暂的停留，我相信这是阮国家而且一段真深真深，咱讲扎根的旅程，伫遐实实在在的扎根在这个地方，阮生活伫这个所在，甲兄弟姊妹三甲这个所在，嘛是一款的旅程，说对一开始真青灰。到后来真熟悉，对彼此的明白，一直到后来彼此相信。我想这一路走来，我深深知影一个，这不是人的安排，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典。这是上帝特别的恩典。所以今仔日这篇道理，这篇信息，若是感动，我想更加是一份，讲最后的祝福，国家公司的家庭最后的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不是结束，我相信不是结束，是一个交托，是一个交托，不是离开，是一种延续，延续。所以，咱来看好一点，第一点，咱讲新闻重要。这13年的恩典是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
回顾这13年来，阮经历咱做阵经历真多的时刻，有欢喜对不对？有欢喜的，比如讲囡仔会出世，我定定咧讲，阮来的时阵，杨幼姐甲我小2年级，即摆的大专，即摆的大专有诶国小3年级，较侪是国小3年级，国小4年级，即摆大家拢大2、大3、大4，有诶刚毕业，所以感谢主这个囡仔的出世，咱看到兄弟姊妹受洗，咱的成长，少年人我哋讲起来大专生，稳定，伫遐咧组织，伫遐咧服侍，咱看林志玲书记，伊细汉袂书记，开始即摆咧书记，兄弟姊妹，咱伫即个过程教会，咱看一点一点的建立起来，是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共同，咱的中心同工，对伫小会、中心会一点一滴的，兄弟姊妹安尼建立起来。这是咱当行记录的一件事，当行记录的一件事。其实嘛有困难的咱捌经历过迄款的困难，同这就是兄弟姊妹看病，咱有看病，咱嘛捌经历迄个疫情，我会记哩，这个咱的中心会、咱的小会，讲咱是不是疫情的时阵，爱特别来关心每一个兄弟姊妹。所以咱的小会员、咱的中心会、咱的技术伫遐探访兄弟姊妹关心疫情的迄个过程，差不多有2年、3年的所在。甚至咱教会嘛面对着迄个挑战甲征战，迄个挑战挣扎，无人离开，咱嘛捌做有过迄款软假软弱不安的事。所以，亲爱兄弟姊妹，这10几年来，无论咱伫倒一个阶段。咱来相信一件代志，其实咱若思考，上帝并无有离开啊，是毋是？上帝并无有离开咱，就敢若亲像以色列百姓，因伫咧旷野迄个过程中间，因回头转去看的时阵，才发现一件代志，因的每一步拢有分条、规条的带领。所以像以色列人，他们走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回头看的时候，发现每一步都有云柱和柱在围绕着他们，带领着他们。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我在较伫迄个时阵，有拄时无出来不明白，伫迄个时阵，当下咱不明白，但是今仔日咱回头来看这些事情，咱就会发现一件代志，毋是咱那边硬撑，一直撑过来的，毋是，毋是咱伫遐踏过来，是上帝一路的带着我们，托住我们。所以牧师伫遮嘛要真心甲每一位兄弟姊妹讲，谢谢你们，感谢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感谢咱的保佑，感谢咱的教导，感谢咱同行一起走。即摆牧会的平台甲过去无相共，牧师慢慢用我的爸爸牧会，伊咧一间教会，一直到退休，差不多32年的时间。拢伫一间教会，对，但是即摆，后来咱发现讲，真多牧者差不多1年甚至2年，就差不多离开啊，真多，咱特别是都市的教会，伫迄个过程中间，兄弟姊妹，我真正是感谢上帝，一个牧者会当服侍即间教会超过10年的时间，这是一个真大的稳定，这是一个真大的稳定。感谢天父上帝，咱会当陪伴这个国家这10几年，我相信也是真大上帝甲咱三个稳定。今仔日暗时15月牛安怎是圆的咱兄弟姊妹，咱若有闲会当出来看一下，今仔日月牛是圆的。我伫这个15天前1个月前，捌安尼分享过。我迄阵也是叫是最后一摆看到咱南口的月。感谢上帝，我搁会当今仔日暗时希望是天气晴朗看到迄个月，来照亮来纪念我伫南口这个生活，这个过程，来看到咱的教会
所以咱其实要常常的哦，不管是怎么样，无论是安怎，咱来到教会，咱进入这个礼拜堂，咱伫迄个会议，咱伫逐所在，伫教会内面，每一工都嘛是干那礼拜日才来，逐工拢会当来。所以感谢上帝，咱嘛开放这个咱的教会伫个这个甲社区这个关系，所以其实真正是感谢上帝引出个锻炼。阮国家有做感动。第二点，咱还是即个分享的是未来的道路，咱爱继续交托伫上帝的手内。伫经文内面，今仔日咱看到的使徒保罗对以弗所教会安尼分享，安尼讲，我甲恁交托伫上帝的手内，我甲恁交托伫上帝的手内。即个兄弟姊妹，即句话实在是真正真深的一句话。使徒保罗对以弗所教会兄弟姊妹讲，我甲恁交托伫上帝的，因为使徒保罗伊知影一个，使徒保罗袂当永远来陪伴伊。所以真正带领教会毋是人，即个兄弟姊妹，毋是人是啥？是上帝。咱爱确信一点。毋是人带领，是上帝带领。所以无论咱做啥物快活点的事工，一定要有一款的态度甲认知。毋是我带你来，是上帝做。透过咱，当然是透过咱迄个过。所以使徒保罗真清知影讲，袂当永远陪伴伊，所以是上帝来陪伴带领。所以今仔日，我嘛是上款即款的心情。若靠基督教交托伫上帝的手内面，我哋较未来会有真侪无相款的改变，我哋较未来咱有新的挑战，甚至会有袂习惯的所在，甚至嘛有不安的时阵，但是请咱会记得一件代志，主教会的主永远无改变，咱的主永远袂有改变。无论是倒一位牧师建立这个教会。是基督亲自建立伊个教会，所以毋是某一位牧师、某一位长执伫遐建立教会，兄弟姊妹建立教是基督亲自建立伊个教会，咱要有一款的认知，所以毋通单单讲看伫个人的身躯里，当然感情地咱会唔甘，但是若过头看伫个感情地的即个眼光，伫个人的身躯爱定睛伫个上帝的道。所以今仔日咱看到经文内面嘛讲到，伊的道会当建立咱，他道能够建立上帝的道，就是上帝的话，能够建立，不是制度的建立，不是制度建立的，不是制度建立的，是能力规律来建立的。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规律，迄个上帝的能力，上帝的规律就是啥？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才会当真正互生命站立的稳迄个根基。所以一直牧师咧强调嘛，真期待嘛，真毋通讲即个咱有神明主的道，这是真好的一件事情代志。咱就是咧要刷了后，真毋通看新闻，咱继续伫个上帝的话语扎根，上帝的话才是真正有生命站立的一个根基。这第二点，咧咱兄弟姊妹。来分享的，咱的未来就毋免烦恼，继续来交伫上帝手内面。第三点，诚做彼此祝福的人，互上帝听应许。这10几年来我感谢的一件代志，感恩的一件代志，就是看到兄弟姊妹彼此相听。我本来一间教会的挑战是啥物？一间教会的挑战是这个有较济的小团体，我过来有通八个兄弟姊妹分享，因为较组成小团体，所以我记的责任就是要安怎样，互因彼此相听。我伫门口服会服侍过程，我同感动就是。但并无有即款的小团体、小圈圈，
咱有小组，但是迄个小组毋是小团体。咱有团结，嘛毋是小团体。这，互我同安慰的一件事，同感谢上帝一件事，因为我看到兄弟姊妹彼此相连。当咱有参加即个教会祈祷晚会，咱就会当体会，有一个需要祈祷的消息出来的时阵，大家兄弟姊妹就为这个代志来祈祷。毋是伫私底下闲言闲语，毋是一切为因祈祷，为这提出来的人祈祷，这是我大感动的事。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有时啊，咱就是一句关心的话，有啊是食一顿饭的陪伴，有时啊伫个低谷的当中，伫遐互相扶持。这看起来类似真微细的代志，但是却会当互真侪人继续行落去的气力。我想这是真重要，我伫咱的身上学习这件代志。所以咱看起来这看起来好像是微小的事情，却可以成为许多人继续走下去的力量。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未来教会是需要若是需要更较好的工会，更较需要的就是一群愿意彼此相爱的，一日愿意彼此相爱。耶稣捌讲过，人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捌出你是我的学生。这句话期待咱莫袂记，咱来记牢，爱去实践。我佫讲一遍，耶稣讲，人若彼此相爱，恁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捌你是我的学生。所以，咱来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当人有软者软弱的时阵，咱莫论断，咱就扶持；当人有跋倒的时阵，咱莫远离他，咱爱陪伴；当人有需要的时阵，咱不要忽略，要伸手。因为这是教会同水好的见证。咱同水好的见证，就是人伊遐毋是建筑啦。当然，咱即马即个改革得真好真水，但是毋是安尼啦，是啥？是信仰。所以讲，咱的建筑已经 AI 已经进入那个资料库里面了。你若去上Google 去上，你咱的建筑物，伊就走出来介绍咱的教会，介绍咱的教会，已经建档进去了。但是同水较好的见证，毋是这个建筑是啥？是信仰，咱来是信仰。所以祝福是带着信心来放手，也是带着爱来搞。所以最后的祝福，今仔日这个题目最后的祝福毋是一句形式上的话，形式的顶悬的话。我相信这是一个属灵的运动。祝福是相信上帝会继续带领，祝福就是愿意放手，互上帝亲自来做工。祝福就是将状况宝贵的物件交伫咧上帝的手内面。所以今仔日牧师就带着这款的心情，祝福咱下口基督长的教会，愿咱伫未来日子内面，伊的真理顶悬上帝的话语，真理顶悬咱来查究。咱有教会迄个每一礼拜，每一天，咱就去教会的网站，咱伫周报顶面真忙向姊妹咱拢加入，伫遐咱的交通长老德牧师，伫遐拢有写即个灵修的即个 QT， 咱做阵伫遮来读，这是咱教会统一的灵修的教材，这是真好的一件代志，咱会当伫真理顶悬来扎根，伫听内中，听的内面咱来成长，咱伫困难的内面咱不动摇。咱伫稳定的内面，咱也是更丰盛、更丰富。所以，嘛愿上帝天天更较济愿意服侍的人，后教会毋但是维持，是不断的向前迈进，不断的向前迈进。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人生有一件代志，咱必须拢爱做伙来实行，就是安怎？就是面对迄个改变，咱来面对迄个改变，有一句话讲，人生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本身。
人生唯一无变的，就是改变伊的心。伫10几年前，阮来到这个所在时阵，阮拢毋知影未来会安怎。但是今仔日，阮来北投看的时阵，阮就看到上帝一路真奇妙的带领。事实上，上帝的工作常常伫迄个改变中间来进行。咱嘛无打算咱教会会增建啦，咱嘛无打算咱的教会会做礼拜的标志，嘛无打算教会有两位牧师，甚至后来可能有3位、4位、5位好，咱嘛无打算有真侪无相款的变化伫咱教会内面。上帝的工作时常伫改变中间来进行。咱看到后尾来看因离开真熟悉的家乡，伊才会当看到迄个应允的所在。咱约瑟伊离去到埃及的所在，伊才会当看到上帝拯救伊全家的计划。摩西离开王宫40年，伊才会当真做带领以色列百姓的领导者。使徒保罗离开伊熟悉的宣教的工程，迄个福音传去到更较远的所在。所以有时阵咱敢看到眼前的离开，但是上帝却已经看到迄个未来的道路。今仔日无得较有人心内面会想，因牧师离开的原因是啥物？就开始无得较有回复出来。现在兄弟姊妹，千万毋是咱所想的安尼。上帝的保镖，上帝的带领，阮开始嘛无愿意顺服，因为我真爱这个所在，真爱甲兄弟姊妹同工。但是我就是看到上帝互阮的保镖，就是看到我较有需要的所在，迄个需要所在，虽讲因教会一大间人数其实甲咱差不多。好，我有话搁讲啊，就是迄个过程中间，我搁一遍看到迄个马其顿的步调，我渐渐思考，咱的牧师团队，我会当真放心，甲倒牧师而且来参详，吩咐倒牧师，交代伊继续承接这个责任。所以，咱嘛爱有倒牧师一寡思考的时间，互伊要安怎样出来继续带领咱，继续向前来投走。所以无得甲咱的时候，牧师离开了，教会会知影，或者是讲新来的牧者会知影，教会敢会改变？敢若讲答案一定是会改变，但是我要甲大家讲，更较重要的真理就是，改变无一定是危机，讲改变是上帝新的祝福的开始。因为真正带领教会的，从来不是任何一位牧师，是咱的主耶稣。13年前，伊是安尼带领，今仔日伊嘛是安尼带领我。未来永远，伊是安尼带领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所以咱所信的主，他从来不会退休。有一天我咧看牧师会发一个邀请函。讲参加梁承恩牧师的退休感恩礼拜，但是不知道在哪一间教会，退休感恩礼拜，说不定是这几年，说不定是等到这个法定的70岁那时候，不知道，但是咱所信的主，他从来不会退休，咱的主他从来不会离职。更不会放弃他所爱的教会，所以今天是不是忧愁的日子？是充满不满的日子。所以相反，咱的上帝要继续伫咱靠基督教会做新的代志，无得到未来有新的时间，无得到未来有新的同工，无得到未来有更较多少年人来加入，无得到未来有更较多的家庭会当入来福音。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的工作不会停止的，他的恩典也不会停留在过去，
以赛亚书43章第19节有讲着，讲看啊，我要做一件啥新事，今仔日我要做一件新的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所以现在遐日姊妹，当然咱唔免讲一直回头看昨年遐个恩典，因为上帝搁较还佫伫明仔载有搁较大个恩典，咱来确实一件代志，毋是干那一直怀念迄个过去迄个祝福，因为上帝搁备办搁较济个祝福，伫咱头前个。过去我伫遮服陪10几年，活得较真水，但是未来伫上帝的手内面，咱兄弟姊妹，咱会当值得咱继续期待，继续往前跑走。所以不是说再见，是说咱交托伫主的手内。所以亲爱的姊妹，今日你不是一个简单、简简单单的就这样。他们说牧师，你拍拍屁股就走了，你怎么样？你怎么样？不是你不是简简单单的这个告别我说相信是这样代志，是一个属灵的交托，是一个属灵的交托。咱彼此的关系袂会因为迄个友谊来结束。早起的祈祷会，有兄弟姊妹伫遐咧分享，说牧师那个以后就比较少看到你。我说不会啊。我会把所有的群组，大概今天晚上，我会把所有的群组要退出嘛，因为有新的群组我必须要加入，所以我会把群组一一的退出。是说，因为太多群组了，我嘛不知多几个群组我还没有退出，那我没有退出的，就麻烦咱来宾群组的兄弟姊妹，把牧师也退出，牧师你退出了我其实还有几位兄弟姊妹私底下会来，咱随时其实是会当互相来倒关心联系。所以未来日子无得较不常见面，但是祈祷内面，我相信我们仍然彼此纪念，咱彼此伫遐来纪念，透过祈祷来。所以最后我要用一句话来做最后的结束，最后的结束。咱兄弟姊妹做阵来分享，伫今仔日主日的讲道内面，人会离开，但是安怎？上帝永远同在。关系会改变，但是稳定袂停止。咱做阵讲一个好无？一个人会离开，但是上帝永远同在。关系会改变，但是稳定永远。关注祝福，咱每一位兄弟姊妹，虽讲毋甘，总是咱爱有一款喜乐的心。昨早起，我有去参加一位我的学弟的牧师，伊才40岁，因为昨伊的告别式伫咧下晡2点，放到教会嘛有婚礼伫下晡2点，所以有邀请我去做讲道。所以我无法度强迫，所以我参加早起的这个告别式，这个规划。那个学弟无到50岁，49岁，坐伫咧办公室，坐伫咧厝内面，在准备去联络分道。伊的查某囝5点，可能是中昼就分道啦，厝内面无人，中昼下晡查某囝转去到厝里看病。较紧联络，但是已经袂去啊。咱的告别式大边条教会，伊是用中会站，因为伊是在职的，所以用中会站，中会站。所以意思就是中会专门负责处理丧葬事宜。告别式，有时我就想，今仔日我拄仔是咱有一个欢送会。其实嘛是一款告别式啊，但是迄是我相信迄是，我嘛真希望会当有一款的感觉牧师离开，这阵牧师你要离开啊？我要离开啊！我无啦，他们今晚资讯这么发达随时都要保持在主里面，你出来咱彼此来改革，互相联系，互相代祷，互相关怀关心。甚至可能有
即个伫台北的亲情吼，久久也无去教会，嘛会当甲牧师讲，伊若拢无伫教会，我会当去关心，伫台北，台北，当然这会使，会当做。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咱随我有感，但是咱带着祝福，祝福咱母亲兄弟姊妹，咱爱会记。继续一定爱伫咱南口基督教好教会，而且好好受造就，好好受栽培。伫即个过程中间，虽讲有时咱看人的时一定会滑倒啊。所以牧师嘛爱大家袂失礼，有时你嘛是看到牧师害你滑倒，求主能力，保守锻炼，咱爱看上，主赐福帮助，最后的祝福。咱大家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带领我们走过这13年的岁月，每一步都有你的恩手扶持。谢谢你让我们在这里彼此相遇，彼此相爱，也一起经历你的信实跟恩典。主啊，今仔日我甲南口基督长老教会的正兄弟姊妹。规教会拢交托伫你的手内面，由你亲自来牧养，亲自来带领。无论未来面对着什么款的挑战，求你互阮中一同工兄弟姊妹的心紧紧的连结在你里面，不被环境动摇。嘛，恳求你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拢会当成做祝福管道，彼此伫咧阮彼此的信仰中带来安慰。扶持甲帮忙，主啊，阮知影这毋是结束，是新的开始。愿你恩典的手继续引带带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头前的道路，互阮无论伫什么款的所在，拢会当荣光你的名。阮将一切的感谢甲荣耀拢归乎你。感恩恳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想伊牧师，咱只是来回应上帝的话语，咱请起立用信息446首，信息446首，愿祝福互咱所有，请起立做
这是个报告之前吼，今仔有几个新朋友礼拜来到咱的教会，咱会使用掌声来甲因欢迎。第一位是杨贵姊妹，杨贵，咱好声个，好朋友，好，会后来来交代一下，第二个是学生哦。有几个两个学生，陈凯琳跟陈凯翔，乔生，欢迎你来，欢迎何院长，欢迎乔生，咱出来我来报告吼，咱来看咱的州部的部分吼，刚刚阮州甲下州咱家己来看，厝的民俗甲方面，老创咱再由咱干事来做更正。咱来讲咱本会的消息，第一点，今仔日礼拜煞11点半，咱的举行上的牧师干面会，那会后我们备有爱餐，咱将来如果在餐具的话，我们再麻烦我们弟兄姐妹准备餐具。那第二点，助理成人主日学是联合助理第二点是咱的一楼，就咱即摆所在的礼拜堂所以咱有邀请谢淑珍教授台大的教授。来分享用营养来建造神的殿不满讲后礼拜咱是两堂都在这里做成人主日学最特别的用营养来跟咱分享信用的部分。咱大家兄弟姊妹拢会使来参加。第三点，咱请兄弟姊妹如果透过咱的转账方式来奉献的时阵，咱务必甲咱的干事就是咱财务同工告知一下，方便入账。第四点，咱台北中会妇女事工部6月6号拜六早时10点，在本会礼拜堂举办西区的联谊感恩礼拜。咱会邀请咱兄弟姊妹留时间，咱来参加。在过程当中有准备餐点，所以咱就是今仔日5月31之前，咱有戴桂珍技术来报名。第5点6月14号。就是咱的福音主日，咱会邀请李敬阳弟兄前来做见证的分享。咱大家做报来，咱拢叫普通话，就咱李敬阳弟兄较早伊就是咧当地，咱上YouTube来看这些有关于他的见证的分享，我相信有足精彩。所以一刚我们都可以邀请我们为信主的慕道友都可以一同来参加。我们6月6月14号的福音主日，咱来关怀带导的部分。咧厝的调养身体好先做看下怎样做老家，我马来金钟真胜兄弟，个郑明祥姐妹，段爷部分陈珠丽、莹玲、曾文的洪文等弟兄的妈妈，咱关怀摆道的部分，为咱的兄弟姊妹的肢体来彼此摆道。咱的方面的部分，若是有错误的部分，咱甲咱的干事来做更正。咱这是咱来看咱本州的天赋咱做伙来读本州的天赋，来咱做来读。当顺应顺业，当因变动，为正义，我因力量，公众诚实，勇敢。咱这是来后面来，请咱后面大家回应顺，真的后面等下来。
咱刷来上面513首，上面刷咱请杨树连续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希望上帝听他，圣神的上空，甲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三合一的，对即时会到永世来福音。阿门。咱请坐，下刷台主教讲号召结束，可以吗？对呀，超尴尬的，我不想再签了。真的不会，这是启发。对。然后你试一下，技术吧。欢迎。我今天是这一次来，上之前看。